遮伫旧省市内底拢有，所以拍算大家较侪人较熟吼。啊，所以若无啥听过，请听边仔吟唱大声，就缀咧吟就好吼。来，咱做伙来吟第一十段，预备来。上帝是我一切无坚固，我是拢无离。带我经过乱世运河，善良真实就是伊，只有伊应徛起，要我心事归向伊。咱来读第20个歌词，做伙来读第20个歌词，来。人所看口，世间荣华，刀剑关世袂通靠。着我所起宫殿悬拍，变成土粉就废无。只有被应伫地，以做我坚固赢济。咱来吟第2站，咱来吟第2站，预备来。上帝是我一切无刀剑关世袂通靠，叫我所起宫殿关塔，变成土粉就废无，只有被应伫地。你做我坚固也济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咱安静心，开始来敬拜，请走到。我要不时称赞上主，
我的嘴要常常学落伊，我的心神要夸口上主。困苦的人听见嘛会欢喜，就甲我称赞上主最大，做伙尊崇伊的名。三甲来吟学落圣诗，圣诗第121首，上帝疼痛赢过一切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上帝听他也过一切，一点花一降落地，有力量我秘密心内，献出你嘅大仁爱，救主你是主必怜悯，你的听无限顺情，将你救。是降临，今夜万家也的心，全念救主，是那真救主你我命愿承受，罪你先得，愿你降临，愿无你点愿心。我要亲像天使天君，是上阿拉你大恩，永远感谢阿拉生命，荣耀你完全会听，求你定心，找我心事，千去无定无要命。予阮看见你大救恩，完全归你来亲近。予阮严格，搁再严格，你甲阮亲日落雨，风雨绵流，你主面前，那情所永无停。请咱有缘徛咧，做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，对世人中搁活上天，担一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搁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30篇，也是诗篇第121篇，伫圣诗后面1053页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应。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上主来。伊袂互你绊倒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民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这时一头袂伤你。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。你出你入。上主会保护你，咱同心来祈祷。
创造万物、赏赐活命的上帝，愿谦卑诚心来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惠，用慈悲仁慈款待阮，佮将大项的福气赏赐阮。阮也特别感谢你无强亲的仁爱，差派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，通互阮得到将来荣耀。主啊，毋过阮有时亲像要食的羊同款，常常得罪你，袂记得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。求主怜悯阮即款的罪人，赦免佮接来阮。阮也要将阮的软弱、缺点甲有限交互你。求主，你的能力伫阮的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恳求主眷顾每一位母亲，因为家庭、先生、儿女不求回报的付出、艰苦甲折磨。求你拄起因的担忧甲烦恼，对你得到平静安稳，佮有喜乐满足，要赐予因。互因心心灵勇壮，伫工作、家务的无形中有主的快乐，三甲之地。求主赐我牧师，伊今日分享的信息也激励阮，互阮每工拢充满着信心、愿望甲疼。求主也带领阮今日的礼拜，愿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名来求，阿免。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记载伫路得记第1章第8到第18节，和合本圣经第329页，现代台语译本圣经第490页。现地我来读。伫路中，拿俄比对两个新妇讲：“恁等去家己的外家，愿上主施恩予恁，亲像恁有好款待世界人甲我同款。愿上主赐福恁，互恁两个找到新的对象，有好的归宿。伊就甲因斟，甲因相时，因大声吼，对伊讲：阮一定要甲你转去你的人遐。拿俄米讲：查某囝着转去，是安怎要对我？我兼会阁生囝，互恁做翁。查某囝转去，去啦！我已经老，袂当阁嫁翁。我若要有愿望，今年有丈夫，阁生囝，因兼袂当等因大汉，无去嫁别人。查某囝，莫啦，我比恁较歹命，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。因阁大声吼，荷尼巴就甲伊的大家针，甲伊相时，毋过路德放袂离大家。拿俄米就讲：你看，你若说已经转去因的亲族，甲因的新民遐。你嘛通对伊转去，路德因讲，毋通逼我放杀你，离开你倒去。你去倒位，我嘛要去；你住倒位，我嘛要住遐。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遐，葬伫遐。只有死会互你甲我分开，若无，愿上主交杯责罚我。若比看路德坚决要对伊，就无去讲啥物。问上帝说，听话过行的人，这是请圣歌队来赞美，赞美的诗歌是上水的手。
就是请吴牧师来正道，特别是选择军队。我看见大多圣歌伫饮了，就有人想要拍扑啊吼，所以咱来拍扑啊，为着咱的妈妈来感谢祝福，好无？咱来拍扑啊！唔知对什么时阵开始，台湾嘛用5月第2礼拜，咱来过母亲节。不过我相信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生咱的老母，所以咱时常咧讲，要庆生的迄日叫做母难日。所以愿上帝祝福，也帮助夫妻，不管咱。我知影有的人无真爱过母亲节，所以免强。总是不管安怎，咱感谢咱的性命的头一天，咱的妈妈为咱所付出的。所以我要邀请你，你边仔若是妈妈伫你身躯边，你讲平安啊。咱拄有听圣歌队咧吟唱上水的手对无？嘛甲伊握一个手，嘛甲伊抱一个，来讲感谢你平安。妈妈若无伫身躯边嘛不要紧，你身躯边若有母亲的，咱请甲伊讲平安，甲伊讲多谢平安。若无嘛不要紧哦，不要紧吼。对，恁阿母伫遐，来抱一个，你来抱一个，来抱一个吼，来抱一个，来抱一个。就亲像我讲的，牧师伫台顶的呼吁，拢只是呼吁，咱无需要勉强。牧师伫台顶的呼吁，嘛是邀请尔。我要邀请咱大家真正想起咱的性命，嘛纪念咱性命一开始。去为想事咱活命，不只是咱的妈妈尔，也是想事咱活命的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确实软弱欠缺，求上帝帮助夫妻，甲阮所有的人的妈妈做伙伫地。阮会记得阮性命一开始的即天，有阮妈妈所受的苦。因为安尼，阮求上帝特别怜悯，甲阮的妈妈做伙伫地。不管伊是伫倒落，主求你拢赏赐伊，甲伊做伙伫地，抱伊、安慰伊、保护伊。求上帝赏赐的怜悯，帮助夫妻，甲阮众人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台湾用5月第2礼拜过母亲节，应该是受美国的影响，检采嘛是受台湾教会影响。因为我细汉伫教会内底就会过母亲节，随上迄时的母亲节，阮拢会夹一蕊真阳花。我毋知咱大家若有伫迄个旧的教会吼礼拜内底，阮拢会夹真阳花。其实这是。安娜小姐，伊是伫1907年开始推动纪念妈妈的追思礼拜，所以迄个纪念妈妈的追思礼拜就用5月第2礼拜。当时伫美国的费城，直到1914年，美国的总统较认即天叫做美国国定假日，所以即天是美国的假日。然后甲真阳花康乃馨啦吼，咱会送康乃馨，其实是。安娜小姐妈妈上爱的花，安尼尔。所以无得较爱一直爱甲康乃馨啦吼。咱妈妈上爱迄蕊花送伊就对啊吼，无得较是康乃馨吼。所以嘛毋免互迄个花商来压价啦吼，迄个将价销拢压悬啦吼，迄个无得较吼。伫顶礼拜是读册会内底。侨外教会目前侨外教会的牧师刘俊义牧师，伊就带伊3岁的查某囝、查某囡仔来甲阮做伙读册。
然后读册上尾伊分享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吼，我对伊敢若大人诶，所以伊嘛表现亲像大人。不过等伊到阮兜，迄个伊看到妈妈就亲像囡仔。这其实就亲像教育学家咧对咱讲诶，其实大人无需要用囡仔话，囡仔讲话。教育学家拢安尼讲，大人着用正常诶话讲就好，毋免加鼓嘴啦。掠做安尼伊着听有免，因为囡仔拢知影，就是即摆无法度表达得完整，伊心内底头壳拢真清楚，毋免过头看轻囡仔啦。颠倒是大人安尼加鼓嘴吼，无得较是好，因为会互囡仔掠做伊爱做囡仔就好，无爱做大人。总是是安那，囡仔一个看到妈妈，就会变做囡仔。检采是大部分的妈妈拢有一粒老母的心。老母的心其实毋单单是伫女性，有时也是伫男性顶头，就亲像保罗。保罗受关伫罗马的时，伊捌一个逃走的奴隶叫做阿尼西姆。后来伊为着阿尼西姆就写批互伊的主人，因为伊对因兜走出来，就写批互伊的主人。这张批甚至有可能是阿尼西姆摕转去的，摕互伊的主人叫做腓利门。腓利门书第1章的第10节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，再做伙来读来。我替阿尼西姆甲你求，伊是我关家的时所生的，所以查甫的嘛会生哦。保罗就是安尼哦，查甫的嘛会生。所以，什么会叫做老母的心？老母的心就是一粒为对方设想，我愿意牺牲，然后恳求伊过去欠你的，我拢算我的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就是保罗。所以伊出声，腓利门来求。老母的心也亲像迄位真惊遐着惊上帝囝要对家己来出的玛利亚，伊甘心顺服。伊知，伊毋是毋知影伊爱拄着的代志，伊知影伊会拄着遐个礼教甲传统的包袱。伊甚至嘛知影，若未婚生囝古早的时阵的人的命运是啥物货？伊会拄着迄个互人看轻的气势，总是伊犹原有勇气安尼应答。路加福音第1章第3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玛利亚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伫我心上实现。”老母的心就是性命的冒险甲勇气。当人若愿意互上帝话成就，互家己的身躯拥稳第2粒心跳，咱就对毋知影，渐渐就变做知影，因为咱已经主讲是主啊，我愿意，这就叫做委身。我认为今仔日的故事，就是老母的心上好的代表。纳米甲新妇面临受逼、非自愿、无奈、重大的失落，因失落丈夫甲后生。伊安尼解说，伊讲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，就是因为这个重大的失落，互伊醒来，伊不得不伊爱改变方向。路得记第1章第7节说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就对伊住的所在出发，要倒去犹大地，两个新妇缀伊去。倒去，这字其实伫路得记内底是一字要紧的字词。伫路得记内底，特别伫第1章中，伫规本册内底重复12遍，12遍拢是未完成的时态，表达一个
连续不断的动作。迄个字面的意思叫做你伫这个原地活当心，无共方向出发，然后的方向是上帝的方向。原文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伫新约，其实咱用2字来解读“转去”这句话，这字叫做悔改。悔改可能咱大家就较知影。所以当行说的约翰讲，恁着爱悔改，其实就是这字啦，转去。恁着爱转去。所以，啥物是转去？悔改。悔改通指一段旅程，就亲像伫受掠的所在，要转去耶路撒冷。悔改嘛通指人的行为，就亲像一个人对败坏、行良善，对心死变做活落去，甲人的关系对疏远变做亲密，对离开上帝转去到上帝遐，这叫做转去。转去的改变，不只是指外在行为，嘛指一个人重新决定生命的方向、意义甲价值。伊愿意用一个新的态度甲行为，去杀罪恶，转去到上帝的良善甲公义内底。这3位命苦的妇人人，行伫迄个转去伯利恒的路人的时，然后路得记第1章第80到第90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伫路日中，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：“恁转去家己的外家，愿上主施恩予恁，亲像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，甲我相款。愿上主赐予恁，予恁2个找到新的对象，有好的归宿。”咱毋知影因安尼行3个人行偌远，咱毋知影行偌远了后，拿俄米才下决心。甲伊的新妇对话，咱来知影路得记总共85节，超过50节是对话，所以对话就是路得记咧讲故事的方式。真特别的是，拿俄米是请因转去老母的厝，才无翻译出来。外家其实是老母的厝，啊回娘家这样代志，转去老母的厝其实是台湾甲东北亚的文化习俗，咱听起来真惯势，对无？总是伫迄个所在，毋是安尼哦。迄个所在叫做转去老爸厝，因为老爸才决定伊的婚姻，所以这是真特别。伫这个所在，因为安尼神学家嘛，甚至要讲啊，安尼咧讲路得记的故事的人，敢是女性？啊，无太讲叫因转去老母的厝。愿上帝施恩予恁，下世即字时常翻译做伫旧约，时常翻译做主爱怜悯信心。这是伫规本旧约圣经内底真要紧的字词，因为下世其实是描述上帝迄位立约上帝的疼，甲人立约上帝的疼。即字的意思其实应该是上帝为伊的百姓所做，以及上帝百姓彼此应该做，以及上帝百姓应该为整个世界所做。听有意思吼？真复杂对无？其实真简单，就是上帝为伊的百姓所做，伊的百姓嘛爱安尼去回应。上好回应的方式，就是伫伊所拄着的人，甲伊所伫的所在。就是安尼尔吼，所以这字1611年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詹姆士王钦定本的翻译者，甚至将这字用45个无共款的英文字来写来翻译。
亲像人品、良善、仁爱、慈爱、慈悲、公义等等拢有。迄时其实新加坡可无法度完整来掌握即字的真正的意涵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愿上帝下世互恁，迄是伊立约的听。立约的听是情感的，搁较是伊所施行的行动。这是纳尔米第二个愿望，或是祈求，为伊的新妇祈求。纳尔米照伊的信仰祝福俄利巴甲罗德，因为因真做一家的人已经一段时间，总是伊认为家己无能力为因这个做啥，所以纳尔米将因放伫上帝的世内底。伫这条路认，伊认为对少年的因来讲，因要回去的毋是别离型，因要回去的检采嘛毋是老母的家，因要回去上尾是新的翁婿的家。了解意思吼？上好，纳尔米考虑半工，因回去上好的所在是遐个家。这其实叫做传统的观点，总是伫迄个时代。失婚或是未婚的妇人人真歹过生活，只有伫婚姻内底才会当得到保障，这是真现实的事实。实在事实就是安尼。总是纳尔米的话甲行动，却带来第一轮的目屎。路德记第1章第92段到第10节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就甲因斟，甲因三时，因大声吼，对伊讲：阮一定要甲你转去你的人遐。好，这一定要带一点仔情绪，因为吼开始吼，就无啥共款。对因来讲，死亡的阴影对上因的丈夫，因无能为力。也毋知影是安怎，总是吼，一个人若吼会传染，只要有人开始吼，咱就会挡袂牢，艰苦，甚至就缀咧流目屎。路德记第1章第11节说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纳尔米讲，查某囝着倒去，是安怎要缀我？我兼会阁生囝，互恁做翁嘛。纳尔米称因做查某囝，就表示伊虽然做大官大家，总是即时伊所体现的是老母的心。伊并无用家己受苦做借口，要求伊的新妇得爱留伫伊新妇边来照顾伊。颠倒为因的未来来设想。路德记第1章12节到13节刷落去，纳尔米这段话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查某囝着倒去啦，我一定留，袂当阁嫁翁。我若还有愿望，今暝有丈夫阁生囝，恁兼会长等因大汉，无去嫁别人。查某囝。莫啦，我比恁较歹命，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。纳尔米爱伊的新妇转去，伊无讲出嘴的是，伊愿上帝下世临到伊的新妇，总是伊无讲出嘴的是，上帝并无有下世互我，上帝并无恩待我。我无翁、无囝、无前途，连嫁翁我嘛无法度啊！所以我连家己拢找无。所以上尾伊才会安尼讲，愿因为上帝主伸手攻击我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即时的纳尔米不只是挫折，阁有绝望、悲哀，甚至受气。路德记第1章14节 A 段后来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阁大声吼，
528就甲伊的大家斟，甲伊3时。这大家是台湾的讲法啦吼。大家，大家。那后尾的话引起第2轮的提考，所以咱有注意到无？其实有2轮的提考，第1轮考了，讲一段话了，搁考。528就选择转去摩押，摩押是528熟悉的社会文化制度甲身份的定位，是伊看起来会当安稳住落来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咱嘛无应该责备528，伊选择的是顺服伊的大家的心意。真合理，也通理解，因为伫摩押有机会重新来开始。不过伫故事内底，有关伊的描述嘛，到这的为止，到这为止。咱时常咧上帝祈祷，咱祈祷求伊讲为咱来改变咱所拄着的环境。不过上帝其实上关心的是咱的性命。比咱迄个外在环境，咱拄着的困境，搁较要紧要义。当迄个真大逼迫、毋愿无奈的冲击甲苦难临到的时阵，迄时咱会大声啼哭。总是咱若伫目屎的内底，假使愿意醒起来，迄就是上帝主动要找着咱。改变咱的时阵，所以当咱要选择的时阵，爱看咱是毋是对迄位掌管改变的上帝有信心。那安尼，这就会决定咱会转去到家己掠做真安全的所在，还是会宁虽然未知，总是有上帝伫地的所在。路得记第1章14节2段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路得放袂离大家，大家就是迄个纳尔米啊吼，毋通迄个照字面吼看讲大家哦，毋是哦吼，大家，迄是台语哦，这是台语吼，这大家的意思是纳尔米的意思吼。虽然路得即时用行动来表示伊的心意，迄个放袂离，其实是坚持无放弃的意思。坚持无放弃，这是希伯来圣经真少看见的动词。然后有一段圣经通帮助咱了解伊的意思，这是记载伫创世纪第2章第24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人要离开伊的爸母，甲伊的某结连，两人成做一体。结连就是放袂离的意思。总是伫遮，其实甲性无关系哦，甲性无关系。因为当因两人互莫名真大的苦难来牵着，迄种受气杀，我所有的拢无去的，迄种时阵，纳尔米心内充满苦毒埋怨，然后即时除了啼哭，佫会当有啥物款的反应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动词拄好表达出即时的路得，就亲像老母迄款的样相，抱纳尔米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迄个放袂离的意思，就是我着带你揽咧，揽条条揽的意思。即时的纳尔米是心内充满苦毒埋怨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若揽咧，亲像老母共款，
就表达伊毋甘，伊拄着遮个苦楚，伊拄着遮个苦难。随上路德这个行动也表达出伊的抗议，伊毋愿伫因中间只有剩流目屎，亲像生命只有拄着困局，找无出路。我相信嘛是上帝互路德毋甘拿俄米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路德的存在就表示上帝拄拄咧安慰迄个哀伤挡袂牢、听袂止的拿俄米。路德记第1章15节说哩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拿俄米就讲：你看。恁阿嫂已经转去伊的亲族甲伊的新民遐，你也通缀伊转去。路德是摩押人，伊原本敬拜的神是基抹，毋是耶伟。伊应该做出符合传统、社会规范甲家己利益的选择。总是路德对拿俄米的疼，互伊毋肯放弃。所以，即时伊有决定，伊做出决定，伊无要顺服伊的大家的话，做无共款的选择，就是放袂离拿俄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是无毋对，咱应该承认这项代志，咱无法度选择咱所要拄着的情景，咱侪的代志发生。有当时啊，毋是咱所想象会到的。即时就是上帝赐予咱的自由意志，互咱会当伫咱每一个情境内底去做回应。咱爱知影，每一遍咱做回应、做选择方向的时阵，咱后来就会明白，咱迄时的选择，嘛会形成咱后来生命的样式。路德真清楚，一旦伊选择军队，爱付出的代价，总是伊嘛安尼讲。路德记第1章16节到17节，咱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路德应讲：毋通逼我放杀你，离开你倒去。你去倒位，我嘛要去；你住倒位，我嘛要住遐。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遐，葬伫遐。就死会互你甲我分开，若无，愿上主加倍责罚我。路德的话甲现代婚礼的誓约，到死无分离，非常接近。路德即时用这个誓约，其实拄拄咧决定一项代志，伊将家己看做要回去的所在。家己要回去的所在，是有拿俄米之地的所在，对无？这个誓约是安尼哦吼，是我决定将我看做我要回去的所在，是拿俄米所伫的所在。相信过去10年内底，路德一定听过耶和华上帝的名，即时会以对上帝无得较有真深的理解，总是就亲像约书亚伫大会中爱以色列人做出选择，约书亚是安尼伫大会中呼吁的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若是恁无爱服侍上主，今仔日恁着经恁爱要服侍的，看是恁列祖伫幼发立底河迄边所服侍的神明，也是恁徛起即个地的阿摩利人的神明。论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上主。咱通常拢用上尾迄句尔，对无？所以上尾迄句咱上熟，总是头前咧。头前是约书亚爱以色列人来选择
所以伊是呼吁哦，伊是呼吁讲，恁会当选，啊无恁经迄个恁过去伫河迄边敬拜的神嘛，啊无恁来经迄个恁即摆大的所在敬拜的神嘛。啊，我毋管恁安怎，我已经决定，我甲阮兜拢要服侍上主。路德甲约书亚共款，伊拢做出共款的选择甲委身。这就亲像阿伯兰行往上帝呼召伊出去的所在，总是要去倒，毋知。创世记12章其实并无答阿伯兰讲伊要去倒。讲离开尔，叫伊离开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一场冒险的旅行。甲约书亚、阿伯兰无共款的是，路德并无明确的呼召，嘛无应允的所在。所以，伊对上帝的认捌真有限，总是信仰，毋是捌偌济，就表示你信仰。读圣经读偌熟。读几遍，安尼叫做信仰，毋是哦。信仰是咱信靠偌深，才是叫做信仰哦。因为安尼，路德上尾用伊的性命立约，嘛甲上帝立约，这拄拄嘛是路德第一遍来求叫上帝的名。路德的选择，并不是讲等伊到伯利恒会当得到真丰盛的供应，得到真尊贵的地位，毋是哦。拄拄倒病，路德知影，其实伊若缀伊的大家转去，这条路的苦难也未到尽头，伊知。只有遐个无知的信仰者，才会要求上帝，互咱生命所有的经历甲长远，拢会当有亲像童话故事共款的结局。真歹势，毋是所有的结局，所有的代志的结局，拢会当王子甲公主做伙。性命毋是安尼啊，对无？咱拢知。所以信仰是亲像但以理三个朋友，要互王迄入火坑的时，王所告别的。因安尼讲，伊讲，阮相信，阮的上帝会救咱，总是但以理书第3章18节刷落去安尼讲，就算讲毋是安尼，方向你着知。我嘛一定无要服侍你的神明，无要拍败你财的金像。所以，就算讲毋是安尼，就算讲上帝无照阮所求的，总是阮已经做出决定，这叫做信仰。路德记第1章18节，上尾咱读到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那后尾看路德。坚决要缀伊，就无搁讲啥物。那后尾甲新妇讲3轮的对话，前2轮用流目屎来结束，直到路德选择军队，才互因的目屎就停止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要停止目屎、停止苦难，有可能是咱人愿意伫遐准备委身。当主耶稣受定伫十字架顶的时，约翰福音记载一个记事，约翰福音书19章26节到2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看到伊的老母，佮看到伊所听迄个门徒徛伫边仔，就对伊的老母讲：“阿母，看你的囝。”后来，伊对迄个门徒讲：“看你的老母。”对迄时起，迄个门徒甲耶稣的老母接转去因兜。
这是主耶稣上尾叫伊的妈妈叫阿母的时。因主耶稣到家己的所在，家己的人无接待伊，总是即时伫十字架骹主所听的人反转这个悲剧，因为因愿意互相交换身份。上时，主所听的门徒接待耶稣的老母，这就叫做十字架骹拯救的疼。伫十字架骹，咱会改变关系，用真实委身的疼互相接待。虽然苦难来临的时，亲像互家己内面拢拼空，互咱会伫迄时听袂止就流目屎，挡袂牢就一直啼哭。总是咱若愿意选择军队悔改，转到上帝面前委身，面向上帝所赐予咱的改变，相信伊的疼要临到咱。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，阮有时选择的是毋对的方向、毋对的路。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知，当阮伫人生要紧转变的过程内底，通选择跟对你。主，阮也求上帝特别怜悯。帮助阮，互阮知，阮每一个人影响阮每一个人性命的老母，求上帝帮助扶持，甲伊做伙基地，祝福伫阮中间所有的老母，以及阮所有的人的老母，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。主，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495首，上帝是我一切愿望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上帝是我一切望，坚固我是拢无离，带我经过万世温柔。善良真实就是伊，只有伊应徛起，调我心事归上伊。人所看靠世间烟花，得见关系未通可。叫我所起空点管他，变家托付就回报，只有被应地的，一最老土高雅罪，上帝主啊，永不变我。而推荐，应跟我苗结基将我对我责无随高见，新世界应起来，地主面前来敬拜，专念上帝。救赎
米，日日好乐无欠亏。主的旨意好咱满意，大为快乐来敬会。大地对主来，欢喜天下已安排，咱就对应上帝时常奉献感谢祭，真心阿拉小一辈。一切心定来感谢，主给掉顺坛，第一卡波稳平安。请坐。这是来奉献，请张春燕、傅启芳技师来书献。甲来祈祷，只想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。伫今日母亲节，阮阁听到罗德甲老米因的婆媳的关系，主啊，因为阮的人性，阮愿意阁再一摆伫你的面前来立志，阮一生拢要来跟对你，来学效罗德的精神，因为跟对你。就是有福气的人，主，阮来感谢你，日日看顾保守阮每一个人，互阮得到平安。阮即时献上阮淡薄的金钱，来互你的圣工来录用，求你业纳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伫报告台上，咱先读今仔日的金句，我读2遍，我读1遍，请会众读2遍。耶稣看到伊的老母，佮看到伊所听迄个门徒徛伫边仔，就对伊老母讲：“阿母，看你的囝。”后来伊对迄个门徒讲：“看你的老母。”对迄时起，迄个门徒甲耶稣的老母接转去因兜。约翰福音19章16到17节，请。
咱年会周报第1页、第2页，后礼拜的事奉人员请备万心，就管聚会、教育部课程、小组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防疫免税楼顶台的，请向办公室来更正。请掀开第3页消息报告。本主日是母亲节，今日爱餐暂停，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。传道部伫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，伫7公里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是玉山新人院奉献的主日，欢迎马英山新学生到本会请安。也请为玉山新人院的事工的需求关心台德甲奉献。后礼拜行政部会伫第2场礼拜3伫6楼召开，请部员参会。教会消息：65月5月份生日，请国区长少年干事领出关怀礼券，适时关怀探访。第2点，下季下校爱亚新校幼年活动的时间对象费用报名方式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具体消息，本会黄子基弟兄、黄家祖的哥哥，伫5月7日蒙自文调享年68岁。伫5月2日下晡1点半，伫桃园殡仪馆怀德厅要举行追思告别礼拜，请关心大岛安慰遗族。教界消息：2023年全国妇女灵修营唤起内在的力量，时间、地点、费用，请家来看。请潘桂娥会长来报名，6月16、12报名。下面有庆祝母亲节主学学生同学要来献诗。那个不晓得是妈妈在事后他们还是他们来庆祝妈妈了哈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们就用因的因会当用的方式来庆祝、来娱乐、来感谢因所伫地妈妈。虽然因即摆可能跟妈妈咧伺候因啦吼，所以不要紧，咱求上帝特别扶持来听因刷落来所有伫遮所做的分享甲表达。
好，等一下，你们听得懂台语吗？听得懂，听不懂？因为这是台语礼拜，所以我带你们做台语的祷告，做一个结束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这群你所赏赐的宝贝伫阮中间。阮知，阮拢是你所疼的宝贝。伫阮生出来即天，阮就知有你所疼。你嘛透过阮的妈妈咧疼阮，求上帝也赏赐怜悯，甲阮的妈妈做伙伫地，互这群宝贝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天使围绕伫因身躯边，互因日日大汉。成长伫上帝所赏赐祝福的天地内底，主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了哈。那个以后来参加台语礼拜啊哈，知道哈。来，我们再一次用咱各一本用拍普声来得下因付出。总是伫今仔日礼拜中，阁毋若安尼尔。今仔日咱的教会要多谢咱的妈妈，所以在场若是母亲的，我要邀请咱来站起来，然后咱有一个，是毋是有准备？有伫上遐，伫上遐。哎呀，来，我要请咱在场所有的妈妈、母亲拢站起来，好无？咱有一个意思，总是毋是发客，是要请咱领受祝福。所以咱等下本哦，咱做伙来祈祷，若无方便免徛起来，不要紧吼，无方便免徛起来，来使徛起来无问题吼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互阮有这个性命承接伫这个地上，你所赏赐阮的使命，就是真做母亲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使命，互阮会当真做母亲，真正伫这个养育的过程，主你赏赐，你知阮所经过的折磨甲苦难，总是上帝，你要甲阮做伙伫地，你的疼要甲阮做伙伫地，互阮不管是伫倒落，不管活到几岁，阮拢感谢你赏赐，互阮有份来生养，赏识上帝你所赐予阮的产业。求上帝特别扶持因带甲阮做伙伫地，求上帝也祝福有伫遮无伫遮，天的母亲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甲带领。主，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摕到迄个红包了哈，坐落来啦吼，歹势若无方便徛吼嘛，不要紧啦吼，无方便徛不要紧，来请咱的请咱的中职啦吼，多谢。来，这是我刷落去来补充报告。咱今仔日要庆祝母亲节，上时咱今仔日无有准备中昼的爱餐，所以唔通等便当哦吼。请咱等者唔通等便当，因为无。今仔日是要请咱大家甲妈妈、甲家己的厝内底的人做伙食饭。
咱嘛爱特别多谢过去咱对旧年的9月份开始所供应的这煮饭的大师，因拢是迄个师傅级的，因嘛是用逐顿拢用亲像妈妈的心迄款咧炒咧款待伫6楼的厨房内底，所以咱伫遮嘛用拍噗仔声来多谢因对旧年到现在所有的着磨，多谢多谢。今仔日嘛是互因休困的一天啦，嘛是互因休困的一天吼，我要真正爱真多谢，咱爱为着咱会当食到的饭菜色来感谢，嘛愿上帝祝福，互咱今仔日虽然摕到的红包无真大包，总是一个心意，请收落来做西囝啦吼，请毋通摕出去，搁分互恁囝吼，查某囝毋通吼，迄个着欠落来做西囝，看买爱你所爱买吼，着去做。愿上帝着去做，迄嘛无偌济啦，所以不要紧啦，吼。愿上帝祝福，互咱真正有上帝特别的气力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愿上帝也帮咱夫妻，互咱今仔日拢通过有上帝所赏赐的宝贝，伫咱身躯边的日子。上营圣诗第402首，困求主引带我脚步，希望诗请牧师祝祷。请起立，金泉手。困求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困求你甲我大个无好，假使我仍然欠你时正，让我今日遵守你诫命，互我的安着做工程，对切因带是美啦。这是我人生别称望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特别甲在座设是线顶所有的妈妈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请听圣歌队的尾唱了，才准备离席。
田岳密道。请感身边的兄姐互相请安，耶稣听你愿你平安，母亲节快乐。